来看台南市的溪北地区哦，即嘛是各有12000户的厝受到损害。市政府嘛设3个服务中心，为了方便灾民申请租金的补贴、甲细厝的咨询。针对慰问金补助嘛简化流程哦，只需要申请书甲损害的相片，佮银行的假金簿啊，就会当申请咯。台南溪北地区防灾过了电来啊，民众开始整理家园，掩故真侪厝损害，无法度继续住，因为大部分拢是4大人住的。要申请房屋财损的补助，或者是农产补助，唔知安怎写申请单，证件也传无够。真侪4大人拢希望政府会当放电加简化规定。超过30平就是伊的10万嘛，超过6平就是5万嘛，嘿安尼，因为用安尼较简单的甲因互因看，因就真的不知道。为了要解决这种问题，台南市政府已经要求各局处的人员到每一个区公所成立联合服务中心，或者是直接到每一个里去接受申请。逐工拢会检讨接受申请的流程，随时做调整。只要带着身份证、存折影本，还有无损的照片，填好了申请书以及领据，也就可以申办了。那市长黄伟哲呢，要求一切要以便民为主。市府的相关的局处，像财税局或者是户政事务所，也会来帮忙调资料。那农损的部分呢，也请出了农会来进行协助，尽量的来弹性因应。除了补助以外，台南市政府都发局也伫咧7个区公所、麻豆专门市政环境园区、深夜办公室设点，协助符合资格的受灾户申请租金补贴，每一户1个月会当领2000到4000块，依照受灾证明会当搁再加1.2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